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3讲的讲塔。今日早起，咱要来请书成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的保守甲带领，阮伫一日的早起时，就有你的话语来做阮精神的美娘。求你开阮的心窍，互阮通对所读的以及接到牧师的讲解，来对耶利米书有更较深的了解，互阮更加来晓悟主的道理甲教示。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咱讲伫耶利米书对第1章到第2章，咱看见上帝通过耶利米来向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本身是伫犹太人的圣经排伫第11本，耶利米书伫基督教的圣经是排伫第24本。耶利米伊见证这5个王对约西亚王到西底家王这中间在无算真久长的时间，大约40年左右，总是耶利米来做这个时代最后的见证，也将上帝的心意讲出来。如果咱只有读历王记的代志，咱只有看到上帝要做啥物，上帝伊要安怎来要来兴化这个国家。总是咱读耶利米书，互咱看到上帝已经艰苦心，上帝已经听这个子民。伊有偌尔啊，遮个主民有机会来挖头，总是因选无到听入去上帝的声音咯。耶利米书对第3章开始，一开始就讲是约西亚王做第13年的时间，耶利米受调做先知。然后来到第3章一直到第6章，今日咱所要读的，就是来看见这拢是伫约西亚的时代。其实约西亚有3摆属灵的大的复兴。就是国家，也是讲伫宗教，也是伫圣殿的复兴的中间，但是耶利米就互咱看到伫人的百姓，也是心肝底，因煞无真正配合这个约西亚王的这个复兴，有缘真侪遮的败坏，所以互咱看到，感觉错一条咱昨看到的是伫进入第2章到45章，主要的遮个信息，耶利米书主要就是咧对犹太以色列。在宣布这个预言，上帝所要做这个事。昨咱看到第2章头前第2章到第3章，在讲到上帝提醒这以色列的百姓，就要回想起初上帝甲因的听带因出埃及，亲像在丈夫带新娘，要来进入这个快乐的乐园橄榄地，总是因煞忘恩负义，将上帝话拢放袂记。甚至是照家己的情欲，就对人走，所以上帝原来真疼，真艰苦心。今日咱要继续看落去，是第3章后壁面讲到约西亚王的时阵，其实迄阵南北嘛拢听奸淫拜别的神，虽然北国袂掉啊，但是这个歹习惯，犹原也在影响上帝犹原。敬望因会当回头，所以上帝搁一摆呼吁因，就爱真心来悔改，等到上帝面头前，就是上帝也是伫遮来感觉真悲哀，就是遮个人民因竟然拢无来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就甲因警戒，讲话愈来愈重哦。昨咱伫第3章头前看到的就是遮个以色列人因伫即个因伫即个帕拉山的土地，甲真侪爱人来行淫，所以佫想要转来上帝遮，总是伊上帝将遮个山顶拢树仔草了了的所在，看到遮个人，因犹原是徛伫路边咧听候，就是要起来找着遮个人，就要来叫伊来行奸淫啦，就是即种的歹行为。所以上帝互遮个雨水拢停止，无过来降遮个雨水。讲因是满面的桃花毋知见笑，甚至佫叫阿爸讲阿爸，莫佫生气啊！总是上帝，毋是安尼，互伊会当凊彩，就互伊安尼讲过去。上帝是绝对爱将遮个代志，拢爱处理甲清清楚楚。咱今日继续来看，第3章约西亚的时阵，遮个人民百姓因所做。咱请书成长老出来读，对第3章的第6节，请读到第16到10节。
第3章第6节，以色列甲犹大着火解。约西亚统治犹大的时，上主对我讲：你有看见背叛的以色列所做啊无？伊就关山伫逐丛青翠的树下面行淫。我想讲，伊做遮的代志会倒来我遮，毋过伊无倒来，伊不仅会小骂犹大，嘛有看到伊安尼做，背叛的以色列淫乱，所以我互伊离婚书。伊不仅会小骂犹大，拢袂惊，嘛去行淫。以色列甲行淫看做无要紧，去拜柴头甲石头，就甲遮个土地拍垃圾。虽然发生遮个代志，伊不仅会小骂犹大，还假意归怨我，无要真心转来我遮。上主安尼宣告。好，上帝用一对姊妹，这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小妹就是南国的犹大。上帝讲，因这对姊妹，拢是行奸淫，拢背叛上帝，真做不敬，甚至伊拢无对家己的翁来忠心，走去拜外国的神明，拢惹上帝生气。所以不管是柴头、石头，因为这拜这神明的行为，就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也将这个迦南地上帝应允予因的所在拢拍垃圾。所以上帝讲，这代志发生，其实北国是伫主前722年，就来灭亡。到伫约西亚王最王的时阵，差不多都已经过100年啊。过100年了后，这个南国犹大，想讲啊，无代志啊，个人想讲，即摆有约西亚王国起来啊，上帝敢无遐尔生气啊，所以呢，因就开始讲信着，拢无个专心伫上帝，颠倒开始个行真侪这个淫乱，所以上帝就是要来宣布，这个南国小妹伊的这个罪恶。我请苏成长老传咱读对第11节读到14节。11节，上主阁对我讲：背叛的以色列比不敬的犹大还较好。你着去甲伫北方的人讲，上主安尼宣告：背叛以色列人着转来，我袂对恁变面，袂永远对恁受气，因为我对恁疼永远袂改变。恁着认罪，因为恁有违背上帝。因为恁有违背上主，恁的上帝，伫青翠的树下面对着外族的神明，无要探听我的话。上主安尼宣布，背着的囝儿就转来。上主安尼讲：我才是恁的主人，我要对逐个城选一个人，逐族选2个人，甲因。带因转来锡安。好，伫遮上帝继续在对犹大讲，那照犹大这即摆行为颠倒叫灭掉的北国以色列，佫比不敬的犹大较好，因为以色列无人甲因提醒上帝，并无看到头前上帝就是处理这大囝、这大族。总是南国犹大100年前看到北国以色列安怎灭亡。伫即个列王记，上帝拢讲甲清清楚楚，竟然要搁做共款的代志，所以上帝讲，这颠倒比妹妹较好，就爱去甲北方的人讲，这背叛以色列的人，上帝虽然对避面，但是袂永远生气，上帝对因的听是永远袂改变，所以上帝阁犹原显出伊的慈爱，伫第13节，因看到讲，着认罪，认什么罪呢？认违背上帝的罪，拜对立外族神明的罪，无听上帝的话的罪，只要承认这个罪，上帝伊就是互因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咱看到当大鼻王犯罪时，伊就承认认罪，上帝就会当撤销伊的生气啊，撤销伊的罪恶。
总是因唔认罪，佮讲无，阮无拜拜你，阮要有咧拜上帝，所以上帝讲遮背吉的囝儿，因真正无要承认伊的罪，若无要承认，上帝就要继续会生气来管教因。咱煞则佮请书成继续传来15节到18节。15节，我要将合我心意的统治者赐予恁，因会用智慧甲策略治理恁。恁伫即块土地人口大大加添的时，人袂阁讲起上主的约规，袂阁少念，袂阁记得，因无需要约规，袂阁制造。上主安尼宣布：迄时，耶路撒冷会互人称作上主的宝座，万国万民为着要服侍上主，拢要聚集来遐。因袂阁照家己邪恶固执的心做代志。迄时，犹大家要甲以色列家联合，对北方做伙倒来我赐予因祖先做产业的土地。伫即个时阵，上帝讲因着爱认罪，若要认罪，上帝要甲因赦免。总是咧，要安怎知影认罪？15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上帝应允哦。上帝讲要合伊心意的统治者，即个统治者嘛，包括牧者、各样的人，包括首领，包括这官长，所以和本翻成合我心意的牧者。上帝家己要赏赐一个领导者。用知识甲策略来甲因教导教因啥物呢？教因安怎样悔改，教因安怎样认罪，互恁伫即个土地人口佮大大加添时，人袂阁讲起上主的约规。这是咧讲着约规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同在的即个上要紧的会幕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约柜。约柜最重要的是顶头的即个施恩座。这代表上帝就是甲人做伙，总是上帝伊伫遮15、16、10讲的，伊要通过即个牧者代替即个约规，就是上帝通过即个牧者来甲人做伙。所以即个牧者其实就是咧指即个弥赛亚受膏外，就是咧指耶稣基督，就是讲上帝囝。虽讲伫耶利米书无看到真侪耶稣囝伫啥物所在，但是即节是当一个真关键，互咱看到耶稣伫遮。另外一个看到耶稣就是耶利米本身这个人，这个人耶利米是祭司，所以祭司的身份伊徛伫人罪人甲上帝中间，这嘛是亲像是一个耶稣的模样所以咱看到这个耶利米的艰苦心，就当看到耶稣伫克西马尼园这个艰苦心，同款一样所以咱对头看到尾，其实对头拢看到到尾就是耶稣。伊的即个心肠总是上帝通过即个牧者、统治者，即个恁各样的人，就袂阁少年，袂阁记得因的罪嘛袂阁需要即个约规。其实约规早就已经无去咱咧历代志的中间伫遮列王的中间约规早就已经无伫迄个所在，毋知向抢去但是呢，上帝伊无用这个人的手所做的约规，伊要用伊的囝来做这个上帝甲人同在的记号，就是以马内利所以迄当时，当这个王兴起的时阵，人会称上耶路撒冷是上主的宝座，万国万民拢会来遮聚集，袂阁照家己的邪恶固执的心来遮做代志。因为这个牧者用知识、用智慧来牧养教师，互人对旧约进入新约，互人明白上帝律法的意义。迄个时阵，犹太以色列拢上帝会互因做伙转来到这个上帝互因祖先做产业的所在咱继续过来读对19节读到23节。19节，上主讲。我多年爱甲你当做家己的囝对待，将世界上好的土地赐你做产业。我想讲，你会叫我阿爸，袂越走毋对我。毋过以色列啦，你竟然背叛我，亲像负责人背叛丈夫离开伊。上主安尼宣告。
树仔错了了的山轮啊，有听见声是以色列人在吼、在祈求的声，因为因行弯巧的路，甲上主因的上帝放袂记伫。恁遮背逆的囝儿，倒来啊！我要医好恁背逆的病，并讲，阮伫遮，我转来你遮啦，因为你是上主，阮的上帝。伫小山闹热，甲大山吵闹咧拜拜，拢无路用，只有上主，阮的上帝，才会当解救以色列。上帝讲，伊将世界上好的土地就是迦南地，将即个上帝所看做要紧的所在，早就应允对亚伯拉罕、对亚当、对遮的摩西、因遮的时代到代笔，上帝要坚固即个所在。想讲上帝安尼，互因继承遮个产业，因就叫上帝老爸才当来继承，所以叫阿爸。但是呢，未离开上帝，但是因竟然背叛上帝。亲像妇人背叛丈夫，红杏出墙，所以因将这山轮啊，伫世界上好的所在，煞伫迄个所在，敬拜上帝，将外国的神明，拢摕来遮拜，甚至用这行为，来行弯巧的路，所以袂记咧带因上帝。当时3章22节，这节嘛是真重要，讲恁遮背逆的囝儿倒来啊，我要医好恁背逆的病啊！这个上帝，伫这个所在所讲的，就是100年前，这个何西阿做先知的时阵，伫何西阿书第14章，迄阵以色列北国要灭掉进前，上帝嘛派何西阿来甲因讲，着回头归向上帝，着爱倒转来归上主，上帝就要赦免你拢总的罪，用恩典接纳恁啊！遮个外国袂当救恁。你才是上帝，才是恁真正的救主啊！14章的第4节，何西阿书上主讲：我要医好以色列的背叛，真情疼因，因为我已经对因煞我的受气啊！上帝看到这个北国以色列对这个亚罗波安到何西阿王，这19个王中间无一个行好。总是上帝犹原要赦免因，互因机会，上帝要来医治因啊！总是因犹原听袂落去，所以伫遮个所在，亚利米书第3章22节，上帝原来佫共款，互因有机会，只要回头转来上帝遐，上帝就要来医治因咯。总是讲23节后壁讲只有上主，阮的上帝，才会当解救以色列。其他伫小山闹热、大山吵闹的拜拜，拢无路用哦。拢是枉然啊，拢突然，是伫拯救，只有上帝当解救。但是呢，上帝就算讲这个牧者耶稣还未出世，但是亚利米伊也将上帝话、上帝心意讲互因听，煞无人会当听入去啊。所以因讲啥物呢？伊讲阮对少年。对少年就开始拜神明，害阮失去祖先劳苦所得到这财产，甚至囝儿，阮心灵家己的见效，承担应该受的凌辱，因为阮对少年到大得罪上主，阮上帝，阮甲阮的祖，拢无听叹上主，阮的上帝的话，其实上帝就是讲，教因将安怎样悔改，安怎讲出因的这毋对，拢甲因讲互因听，但是呢。因煞袂晓听，煞袂晓讲，上帝已经教因安怎样来悔改。咱继续搁看第4章第1节到第4节，搁请苏神长带咱继续来读。第4章第1节，上主讲：以色列人，你若活倒来我遮，将这通厌恶的偶像除去，无搁三心两意。你若照精神、公平、正直、只应我的上主救抓列国，就要得到我的祝福，佮夸耀我。上主甲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恁着开垦，还未离过的园，
毋通野种伫刺片内面。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住民啊，要甲恁的心行甲咧归属上主，除去恁内心的垃圾，则袂我因为恁的歹行为发受气，亲像火倒起来，无人会当拍花。好，多谢。好，伫遮第4章这段继续是续接第3章后壁在讲上帝爱因悔改，是对第三章的13节，上帝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主题，伊毋免阁去找什么想什么步，找什么方法，只要真心来到主的面头前，毋免阁去找其他的律师来甲上帝辩论。只要来将这个实在话讲出来，讲出因的问题，上帝就互因有路有机会继续行。所以上帝继续甲因讲，着倒转来，着恁若活倒转来我遮，将这五常除掉，无善心两意哦。所以上帝犹原是知影因的问题，然后第二照真诚公平正直，来讲话。来救专，来行做代志，安尼列国就要得到上帝祝福，过来荣耀上帝，夸耀上帝。所以真简单，对咱今日来讲也是同款。咱甲上帝关系若拍歹去，咱甲上帝若感觉愈来愈远，咱就爱来敲吹，咱倒位行毋对，就要有一个 U-turn， 就要有一个悔改，活转来上帝遮。上帝国甲犹太家伫耶路撒冷的住民，其实北国已经无啊，即马剩南国。恁着开垦要袂犁过的园，毋通野种伫刺皮内面。虽然伫主日的礼拜中间，有讲毋通做这贫惰的做事人，着爱认真骨力，对基础、对涂骹、对下底拢甲伊挖出来，着爱背出，着爱拆毁，着爱毁坏。爱重新开始，毋通偷工减料，毋通想要一步登天，就爱好好来尽责。安尼，阁有对这行为、外口的行为，甲心内底爱行甲咧归属上主啊。这个割礼呢，就是男生出生的第8天，就爱割掉男生的包皮啊，安尼。互伊拢袂藏，伊的即个袂藏污纳垢，则袂有即个垃圾藏伫内底。心内底甲咧，就是将心内底迄个垃圾，拢爱甲伊清掉，拢爱甲伊除掉。安怎清安怎除呢？其实，这是伫耶利米书第6章，就甲上帝甲咱讲第6章第10节，讲对你的心要受割礼，进前就是耳仔爱受割礼，耳朵受割礼啊。耳仔受割礼代表啥物？耳仔爱听清气的声，毋通听迄个乱七八糟、乌白来乌白讲的声，就是爱听上帝的声。第9章25节，嘛讲还爱惊割礼，家己惊割礼。所以耶利米书3斗在强调，咱的心就是爱清气，爱互上帝来用哦。遮开垦荒地，伫即个何西阿书北国要灭掉进前，上帝嘛甲因讲一解。从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真好葡萄树，会当结出侪果子，但即个葡萄树拍拉三去变做是这金牛啊，这外国的亚述啊，所以上帝袂当阁使用伊，上帝要审判伊，但是要审判中间，何西阿书对12节讲，为家己开垦拍远的地，正公义修主爱。现在就是祈求上主的时，伊上主要来时，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恁栽种邪恶，收罪过，食白插结的果子，恁我靠家己的气力，靠势恁有真侪勇士，所以这上帝就是要甲伊刑罚。所以栽种公义，收割仁爱啊，播种正义，收割仁爱，这是上帝爱因所做。但是北国即马要做下副卖，已经卖赴啊，来不及。南国下副卖，南国即马也会赴，因为即马这是约西亚最王的时啊，后壁阁有4个王，也阁有30年、30几年的中间的机会啊，将近30年以上的机会。但是因煞无好好来把握，所以第9上帝讲，若无要听上帝话，上帝伊会生气，会亲像火倒起来。等上帝火倒起来时阵，上帝火大的时阵，
就无人会当拍花，无人会当拍花。先知以赛亚有讲，阿摩斯有讲，那鸿嘛有讲，后三个先知加上亚利米，上帝拢安尼来甲因境界形容，因煞无听入去，非常可惜。今日这段的圣经，互咱搁一摆来得到提醒。咱就要安怎样来避免真做属灵的淫乱，对上帝忠心。然后咱就要安怎样心受割礼，耳仔受割礼，咱就要来听牧者的声，听耶稣基督的教示，用知识、用策略，用上帝甲咱同在，承认咱的罪，互咱无来离开上帝，嘛无来惹上帝受气，互咱会当伫世界上好的所在，就是上。这个老年甲美丽地交南地，会当来领受上帝祝福，永远甲主徛起。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苏成长老，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搁一摆看见上帝你的子民背逆你的这个心内底，这个黑暗的世界，真正需要有信心的这个洗礼，真正需要用上帝话来冲互伊清气。主啊，阮徛起伫即个世界中间，阮每一天的生活，阮耳孔所听到，目睭所看见，有真侪只误会拉散，甚至阮真容易受吸引来离开上帝。求信心帮助阮，也互上帝你的话坚固阮的心，互咱当来抵挡一切只的魔鬼、只的引诱，互阮无立地气。救阮脱离迄个歹，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靠主来得到坚固，也祝福阮今日一日所要做的代志，都会当有上帝甲阮同在，互阮出入平安，有主看顾。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